领一个人的报道，请咱准备心来领受。所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对春天、热天也已经到伫秋天，互咱伫天气真好的中间，咱参加教会一年一摆的报道会。我望咱每一个人拢有份，若咱有份，也欢喜带人来参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伫主日的时，通陪伴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对主来的恩典。主阮领受你遮尔多的疼痛，阮也欢喜甲人相分享。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领受你的话，也欢喜去做。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01，若用国语来讲，就是101。音若无准，就掠做是台北的101的大楼，101的大楼。有人也掠做是无头毛，一种会当生头毛的水，叫做101。其实101拢毋是咧讲起遮的，咧讲起带人来信耶稣的策略。有大型的报道会，大概是1万人；有中型的1000个人；有小型的几啊百个人。总是伫遮尔多的报道策略内底，阁有一项，就是一个人去带一个人。即种的方式，是真做一个真好的方法。也会当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来做。检查有人讲，即种一个带一个，两个带4个，4个带8个，就亲像鸟鼠仔花共款。其实这毋是鸟鼠仔花，这是耶稣基督报道的策略。咱伫哥罗西书第1章28节安尼写，讲咱传扬基督，用各样的智慧。要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前，咱要带一个人来信耶稣，都爱用各项的智慧、各项的方式、无共款的技巧，才会让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一间教会上好的牧养，都是大概伫120个。信徒若是120个。一个牧师来牧养，这是一个上好，佮会当上有深度关怀，逐个人拢会到。总是若超过这个人数的时阵，就需要增加牧师。若无法度增加牧师，要安怎样？所以伫美国的所在，因就提出一个方式，叫做信徒的牧师。就是互信徒受栽培起来，会当成做牧师的款式，叫做信徒牧师来牧养、来栽培、关怀信徒，互伊会当伫遐得到陪伴甲成长。总是伫咱亚洲这个所在，无论伫韩国还是新加坡，因就是用家庭关怀小组或者是细胞小组的方式。就是栽培信徒，互伊成做小组长，有伊的同工做伙来牧养、关心兄弟姊妹，互因伫遐得到好的关怀、好的造就。长老教会对1865年马雅各牧师也是医生伫南部开始报道开始，要将近150年，就是伫2015年，就是还有4年的时间。长老教会要伫台湾的宣教进入到伫150年，所以伫去年开始又提出一项叫做101的陪家，一个带一个的陪家的运动。
这个头前迄个一，的确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然后伊有气力，搁去带人，这个人就是新朋友、无道友来带因，然后互因也有缘会当成做诚实的基督徒。这个就是用性命来影响性命。我要请问，咱中间有人成做基督徒，是因为有人来带领你、陪伴你，然后你有机会来到伫教会，然后接受洗礼，成做基督徒。有这种人无？请你举手一下，我看。差不多是1/5左右，感谢主。伫咱的教会内底，就是有人欢喜用时间、用精神、用金钱来陪伴你、关心你、关心我，然后来带伊来到伫教会来认捌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策略。检查有人问讲，为什么要101、102、110讲袂使？会使是。总是一个人的气力真有限。伫咱美洲，因就真重视一项的报道策略，叫做22 group 的12。这种的22就是使用耶稣基督带12学生的这种的方式。一个人会当带12个人。我咧想，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莫讲一个人带12个啦。因为一个人要带一个，就足困难的。所以101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会当集中咱的气力，集中咱的精神，来关心一个人，用心来带领伊，通过咱的关怀、牧养甲造就，会有机会来到伫教会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的报道运动也是这个目的，是一个真好势带领人进驻耶稣的方式，也是一个真有效果的一个方式。当然有真大的报道会，这也是真好，但是还有一个更较细的方式，就是通过你我成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伫你我生命中间，会当去影响别人，去带你的朋友、同事、厝边。有机会进入伫教会的中间。为什么要101？因为一个陪伴一个，就是会当较容易去了解咱要带人伊拄到的问题，咱会当真实啊，咱会当解决。伊的需要，咱会当伫遐来解满足，也通过安尼，将耶稣基督的信仰分享给伊，然后带领伊来决志。来信耶稣。咱伫圣经内底，咱会当看到3个例，用这种101的方式，通过谈道带人来信耶稣的方式。头一个就是咱继续对约翰福音的内底第3章，第3章就记载耶稣甲尼哥底母来谈论圣神甲顶头生的代志。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伫暗时来找耶稣，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是顶头生的代志。顶头生毋是对老母的胎搁出一摆，主耶稣伫遐通过甲伊谈论了后，互伊知影，这是通过圣神的洗礼，成做上帝的子。第二个，咱搁继续看对第3章约翰福音到伫第4章。耶稣甲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搁谈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要到伫古井所在抢水。耶稣通过这个好机会，甲伊讲，啉水了人的喙焦，总是有一个活水会当充满伫人的生命内底，这个活水要互人永远袂喙焦。这个活水就是耶稣通过这个甲伊讲起。伫主耶稣基督内底，要收束人活命的水泉，伫咱的生命内底。那呢，
耶稣啊，看见这个妇人人有5个翁婿，知影伊心内的孤单，伊的心受伤，就伫遐讲到伫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毋是重要，毋是伫什么所在，重要是一个人会当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若是安尼，咱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就咱来到教会的时阵，会当将咱的手机甲关起来，要互咱有一个真虔诚、真实来到上帝面前，无要互世间的代志甲咱搅扰。所以，主耶稣就直接来带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可以有机会来认捌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个，咱伫《使徒行传》内底第16章看见保罗传福音到伫腓立比的所在，有拄到一个妇人人咧卖紫色布，这个人叫做路迪亚。保罗伫迄个所在就传讲耶稣基督整个福音，和这个路迪亚甲伊家庭的人拢总伫遐来信耶稣。这也就是保罗通过一个人来分享这个信息，伫人的中间，互人欢喜伫遐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子儿。大型的报道会也拢需要有个人的陪谈。通过这个个人的陪谈，和听福音的人了后，会当更加清楚，会当更加明白来了解。伫美国佛罗里达这个所在有一间教会，叫做三福寺宣奥节三福寺教会，这间是长老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叫做甘雅各。伫这间教会中间，伊就是看见这个教会少人那点，所以就训练兄弟姊妹会当通过个人的担当来传福音。和这间教会到伫今仔日将近2万人的教会，所以后来这种的策略就成做世界几啊百个国家所使用的一种报道的方式，叫做三元福音倍增报道法，咱甲称作三福。这个三福的意思就是有3种的重点。头一个就是要安怎去带人来信耶稣；第2点就是要训练门徒；第3就是教会伫遐来栽培。对一个初信者来到教会中间，得到好的栽培了后，互伊会当成做成熟的基督徒，继续去引带别人。换做来讲，每一个来到教会兄弟姊妹，毋是成做消费者，每一个基督徒拢成做生产者。所以咱拢爱成做生产，咱伫教会内底是要生产活命的所在。今咱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35节到51节，来看见耶稣的学生，伊怎样伫迄个所在来引带人来到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头一个咱要看的就是安德烈。安德烈，伊拄着耶稣的时阵讲，耶稣是上帝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过去伫咱生存的民族内底，咱初一15都爱拜拜，总是耶稣基督成做咱甲上帝中间的成礼，替咱赎罪，所以咱成做基督徒就毋免搁再拜拜。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惠，互咱甲上帝得到和好。耶稣看见这安德烈，就引带伊，带安德烈甲伊做伙大。哇！这个安德烈甲耶稣相较大的时阵，伫遐经验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祝福，互伊充满着欢喜甲快乐。总是这个安德烈并无当生。我得到我家己暗看，无伊就欢喜分享。当伊看到伊的兄哥，就是彼得，伊就带彼得来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耶稣就甲伊讲：彼得，
就是石盘翻译就是彼得，就安德烈带伊的兄哥彼得来到伫主的面前，互彼得也会当正做伫教会历史的中间一个耶稣真重要的学生。咱看伫圣经内底，主耶稣常常带学生，拢是带三个：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彼得头一个，总是彼得会当跟对耶稣是伊的兄弟安德烈带伊来认捌耶稣基督。第二个，今咱所读的圣经内底，第二个人叫做腓力。腓力拄到耶稣的时阵，伊就伫遐讲：摩西律法所写甲先知的记载，迄一位，我已经看见啊，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腓力就带伊的好朋友，伊的好朋友叫做拿但业，带拿但业要来到伫主的面前。所以拿但业讲拿撒勒会当出什么好物件，伊毋知影耶稣是对拿撒勒出世。总是伫安尼讲的时阵，这个腓力毋是点点嘛？讲若安尼时阵，我带你来看啦，我带你来记，你就知影。所以腓力就带拿但业来到伫耶稣的面前，就跟对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拿但业伊跟对耶稣基督了后，伊真正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了后，伊就讲：哇，我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真正是上帝囝，伊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今咱所读的这个圣经内底，咱看见。那耶稣本身来做个人的担当，咱若看见什么人？看见安德烈来带伊的兄哥彼得来就近耶稣，咱若看见腓力来带伊的朋友拿但业来就近耶稣。所以，这咱看见，这是一个真好报道的方式，伫咱的生命内底。咱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咱的确有这种的气力，会当去带别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是咱大人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努力来学习，互咱会当去带人信耶稣的能力。总是一个一对一领一的报道方法，有真侪技巧。咱伫民间所用的大概有几种，一种就是四个律四律，佫一种就是福音桥、福音桥，佫一种就是无字的天书，用这个彩色的来比拼，来讲起福音的内容。但是所有的福音的讲述的内容，敢若有四个重点，毋免佫对圣经创世纪讲甲启示录毋免。四个重点，头一个就是上帝疼咱世间每一个人，伊创造这么水的世界，互咱通享受。总是为什么人无法度得到上帝这么水的疼甲祝福呢？第二个重点是人有罪，人的自私，人的冤仇，来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人就要用各种的方法来甲上帝和好。所以人就做好事，人就追求宗教知识，望会当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但是拢袂使。第三个方法就是上帝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来赦罪，互人通得到拯救的恩典。第四个方法就是人需要有信心来告别讲，我欢喜这个救恩，所以就爱来接受，带伊来决志祈祷。所以整个福音内底四个重点：头一个，上帝疼世间人；第二，因为人有罪，无法度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第三，就是通过上帝囝亲自来到咱的中间，来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第四，是人爱有信心，欢喜来接受。所以通过这种的过程，
这就是福音的讲述，讲起福音的内容。但是咱要带人的时阵，爱有一个流程。咱伫社会内底看见有人穿衫讲世界末日到啊，赶紧信耶稣。咱真佩服伊的勇气，但是迄个效果并毋是真好。伫全世界伫报道策略内底有几个流程，头一个就是咱爱设定对象。咱有一个对象，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咱毋是咧拍空气，咱有一个人是陈某某、李某某、王某某，有一个人的名，这个就是一个对象。因为安那，咱伫这个咱生存的环境内底，有真侪人心内孤单、心受伤，亲像羊无牧者同款。所以咱都爱开始，要进入教会报道会中间，伫咱的同事、伫咱的朋友、伫咱的先生太太厝边，大声来设定对象。第二，爱替祈祷，所有的属灵的代志拢爱祈祷。要结婚嘛爱祈祷，会当生囝嘛爱祈祷，囡仔大汉嘛爱祈祷，要找头路嘛爱祈祷，要带人信耶稣嘛爱祈祷，所有的代志拢爱伫祈祷的内底。因为祈祷是要互上帝的灵来运行，所以通过祈祷了后，互上帝灵来做工。第三，就是咱爱甲伊建立关系，需要上帝嘛，需要咱啊，咱毋通甲所有代志拢迄落上帝。咱爱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敲电话关心，做伙食饭。咱常常伫做生意内底，咱拢知影，敲3摆电话，毋代着见1摆面啦。敲电话敲几啊摆，想讲要见面一下，见3摆面，毋代着食1摆饭啊。哇！大家会当做伙食饭，就建立好的关系。食饭是一个好的关系中间，然后也通过交友，咱教会伫10月份要有牧区的旅游，这是一个邀请朋友足好的机会。然后伫迄个所在分享咱信主的见证。每一个人拢信耶稣，拢爱有见证。然后伫迄个中间，通过迄种的信任感来带伊来决志，来参加教会拜5、拜6的报道会。决志就是带因有机会来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决志就好啊。有人决志是感情的啊，歹势你就讲安尼啊，无决志才对你歹势。所以咱就爱继续陪伴，继续栽培，互因会当建立甲上帝关系，继续成长。所以带人信主需要付出时间、精神、金钱的代价。咱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好顶的无简单，但是要互一个人离开教会是足简单的。所以咱爱用真侪时间、精神来陪伴甲带领。第二部分，咱要想的就是1+1的关怀。一个是1+1，一个是1+1。什么是1+1？就是一个人信主了后，也是洗礼了后，敢若一个属灵的婴仔同款。普遍的教会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你就甲等咧，就无要管伊啊。所以这个人呢，就离开教会。就敢若咱的一个婴仔出世了后，你袂当卖插伊，爱甲伊笑，爱甲伊疼，爱互伊食奶，伊会当伫迄个所在伫遐大汉。每一个囡仔大汉拢是安尼。共款伫一个属灵的婴仔，嘛爱安尼甲伊疼惜，甲伊关心，甲伊陪伴，用时间。就亲像一丛树啊，细细树啊，甲栽落去咧，栽落去了后，爱压水，爱落肥，会当伫遐渐渐伫遐大汉。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这种的关怀系统，我真爱恁正做牧师的同工。伫教会关怀系统，除了牧师真重要。但是也需要咱兄弟姊妹做伙同工，牧师需要恁甲我同工，
才斟酌会到每一个需要的所在。伫遐协助牧养。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讲：兄弟姊妹啊，若有人互过犯较赢，你属灵的人都爱用温柔的心，甲伊挽回倒转来。有人洗礼了后，有人决志了后，就冷心倒退。啊，咱要安怎？咱就是需要咱教会兄弟姊妹做伙，用咱的时间，用咱的行动，甲伊关怀，甲伊关心，敲电话，甲伊疼惜，互伊冷淡的心会当搁一摆恢复起来。加倍关怀就是伫教会中间有软弱的、有破病的、有受伤的，这个拢需要咱属灵的兄弟姊妹做伙正做牧师的骹手。咱伫庄骹咧挂稻仔的时阵，拢叫做啥？隔壁厝边爱斗骹手，啊，恁就爱甲牧师斗骹手，安尼好毋好？爱甲牧师斗骹手来关心遮个，也通过来关心、安慰、鼓励、带导，或遮个人通过咱的斗相共，会当伫遐得到成长。亲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耶稣讲一个譬如，讲一个饲羊的有100只羊仔，总是有一天放见一只，伊就放下99只去找迄只放见的羊，找到了就甲伊带倒转来，真欢喜倒转来。现在弟姊妹，咱也同款，伫教会内底洗礼人真济，总是也有袂少人来离开教会。那照咱教会洗礼，也甲所有的兄弟姊妹组织，每一届礼拜爱超过1300个人，总是咱差不多1000个人那点。换做来讲，有300个人毋知走去佗，亲像失迷羊共款。望咱学习耶稣的款式，爱甲因找倒转来，爱甲因靠倒转来。咱来正做牧师的同工，甲迄个拍卡闹去、胖见的、伤心的、冷淡的，甲因找倒转来。伊甲伊的方法，咱会当对圣经内底来看出一个例。伫《使徒行传》第9章的中间，咱通看见保罗伫遐大马色的路上，伫遐拄着耶稣来信主，信耶稣。本来是迫害教会，总是伫大马色的路上经验到耶稣的光来笑伊，总是真趣味。你来看《使徒行传》对第9章了后，保罗的名就无去啊。根据了解，信耶稣了的保罗就倒转伊的故乡大数，就是今日土耳其的一个小城镇的所在，伊就转去遐个所在。但是真趣味，《使徒行传》继续咧写的中间，佫出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受差派到伫安提阿，伫遐牧会，伫遐服侍教会中间，伊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保罗，已经几啊冬无看见啊。伊就到伫大数的所在来找保罗，甲伊找咧，倒转来讲，请你来甲我同工。所以保罗就甲巴拿巴做伙伫安提阿的教会，伫遐同工做伙服侍。咱看见巴拿巴是一个够安慰人、够找人出来服侍的人，出来教会继续安尼写。后来保罗伊的恩赐较大过巴拿巴，对11章开始，保罗的名就写伫巴拿巴的头前。伊伫遐服侍3摆的传道旅行，来建立教会，伫土耳其、伫希腊到伫罗马的所在。后来保罗的名声比巴拿巴较出名。总是，咱看这段圣经的中间，若毋是巴拿巴去甲保罗甲吹出来，可能伫教会历史内底，保罗已经无名去。
后来保罗会当正做伫初代教会真重要耶稣基督的使徒，伫新约福音写13本的册。现在即个共款，咱伫教会内底同齐敬拜上帝，咱爱注意看，毋是咱来礼拜就好。你有想到伫你隔壁厝边的中间，已经无来教会啊？咱来学习巴拿巴这种的精神，甲伊找倒转来，用咱的热情，用咱的关心，甲伊找倒转来，互伊有缘进入伫上帝的家庭内底。对遮咱通看见，一领一是什么？一领一就是会当互数量增加，一个找一个，一个找一个。咱的教会若1000个人，每一个人找一个，已经超过2000个啊。总是1+1是什么货？1+1就是互教会后门会当关起来。有时阵有新的人来到伫教会中间，但是佫对教会后门佫走出去，所以1+1是一个陪家的运动。1+1是一个陪家的运动。1+1是将教会后门甲伊挡掉咧，入来了袂当出去，会当伫教会内底伫遮得到造就，得到栽培，得到培养，互伊成做成熟的基督徒，会去引带人来到主的面前。即个是姊妹伫咱的教会，伫即个礼拜过来拜5、拜6，就是教会报道会。通过小组，咱已经有超过200个人要邀请新朋友。我毋知咱有邀请无？这是教会1年1摆的报道会。即使咱若感觉这甲你无关系，牧师的心会真艰苦。主要说爱咱亲像盼见一只羊仔去甲伊找倒转来，这种的心情，咱做伙来努力。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确毋是愈来愈小，愈来愈稀微。耶稣基督教会，的确是愈来愈成长。上面1+1人数陪家，上面1+1，互教会后壁门离开的、冷淡的、受伤的，搁甲伊找倒转来。上帝帮助咱，互主的教会，伫使徒行传12章24节讲，上帝的道日日兴旺，互教会人业日日得到加添。随便34篇第8节。爱带人来担着主恩典的滋味，这是何等的好！外靠伊的人有福气。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参与伫整个传福音的好机会。这是上帝互咱的好机会，互咱做伙来参与。三角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你有阮通过1+1来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当阮伫祈祷的中间，我们看见阮来礼拜兄弟姊妹，要有人毋是基督徒，总是你今日听见牧师的信息，你的心有感动，你要诚做上帝囝儿，你有决志的，请你会当举手，互牧师知影，牧师来替你祈祷来祝福，感谢主。感谢主，也就了会当放落来，还有无？听见牧师的信息了后，你欢喜，决志讲，我也欢喜，诚做主的囝儿。你有意爱会当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拢总有12位的兄弟伫咱的中间欢喜来决志，这是何等欢喜的事！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中间有12位的兄弟姊妹，听见主你的信息，欢喜决志，来诚做上帝你的囝儿。主，阮献上阮的感谢。决志是一个开始，需要搁较侪人来陪伴，需要搁较侪人来带领、来关心。主啊，阮感谢你，阮
欢喜成做一领一头前迄个一，就是阮要用性命来影响性命。主啊，阮也欢喜伫1+1的中间，就是为着教会进入教会兄弟姊妹，有冷淡的，有软弱的，有受伤的，阮欢喜甲因找倒转来，互因继续热心伫主的圣会来服侍。因为上帝，阮感谢你，互你的教会的确会当愈来愈成长，互得救的人家愈来愈加添。互每一个上帝你的囝儿，阮要做伙来做工，来做成助你交托互阮传福音的圣工。愿主的神踮伫阮的中间，互阮有机会来传福音引带人，也为着教会伫过来拜5、拜6的报道会来祈祷。恳求上帝你赐福阮，互阮通过这个好机会，带人进入伫主你恩典的国度内底。安尼祈祷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搁起立来吟诗，来回应上帝对传福音大使命的呼召。圣诗466首，请咱起立来吟。
将请坐。这时，咱要备办心来奉献。检菜若头一摆来相邻教会新朋友，伫咱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咱来填写这个留名卡，等一下，互阮有机会来认捌来介绍你。若是检菜头一摆来教会，咱对奉献的意义也无明白的，咱会使免做奉献。会众请起立，这条咱要同齐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上帝阿爸，阮知影守事的是耶和华，守断伊的也是耶和华。阮所